伫高雄左营海军的眷村，从民国106年由市府接管了后，讲要做眷村活化，不过已经经过几啊年啊，到今还是无啥物效果。基隆质疑讲市府的行政效率真歹，因为市府是解释讲，因为这个眷村真大片，嘛真侪户，所以速度才会较慢，所以会加速眷村活化进度。厝顶放弃，外墙倒去，高雄左营海军的眷村，真侪这种古厝。有人住的话，就稍微人家会去整理嘛。没有人住的话，这边就几乎墙壁啦、屋顶啊都倒塌，后面也是蛮多的。对比过去是空军眷村的屏东胜利新村，经过活化了后，吸引真侪店家，嘛互高雄的民代批评高雄市政府行政怠惰，遐尼侪当来拢看袂到成效，敢讲贯穿是海军不如空军。1000户里面有900户有保存问题，虽然有少数以住代户商家入住，因为整体的维护没有做好，连 Google 都可能找不到路。还是回归到2个行政单位，他对于眷村文化园区到底是想要保留，还是想要玩土地？在地眷村文化协会认为，主要问题也是伫国防部佮有市府无共识。虽然讲有几项模式，互文创业者进驻，毋过贯穿派去的数量伤过侪，也佮受限着资源，根本就袂付收。眷村的面积高达了39公顷，涵跨周边文化景观的范围更高达59公顷。相较于屏东胜利新村，目前是11公顷80余户的活化状态，是更多的。市府表示，接管了后已经活化将近要100户，数量是比屏东胜利新村较侪，只是因为海军贯穿的面积较大，才有感受的差别。会向引进着民间的资源等等的方式来加紧着活化的速度。记者王刘婷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